后来乡亲啊，日本第一学主节，这是日本三星市的年度大代志。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特别伫个会场设单位来行销着台南，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向日本民众来介绍台南优质的农渔特产。日本第一学主节这个活动，当年下坐要几万人来参加盛会，会当讲是行销台南的好机会。黄伟哲市长当日和市府农业局伫咧会场设市集，嘛伫咧单位向民众绍介台南优质的农渔产品，向真侪日本朋友来做了解。这么多有意义，这是今日世界纪录的大锅煮芋头。黄伟哲市长受到邀请参加日本第一学主节，感谢三星市各界长期对台南的支持。台南有很好的水果，包括这个凤梨、芒果跟火龙果，那有很漂亮的兰花。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来台南走一走。县政府台南的好食点心和潮市的果子，民众参加活动拢感觉深受个趣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